有夫用药，传话在官在相，顺利顺，相敬以观天下，王管理不全，有夫用药，下官理化也，观天之心德。你不时不切，竟然以心的释造的天下福义，相话方向地上，观先王以星空观灵释造，错了公关小人无救，官主人相话错了公关小人得也。六字归官理如正，相话归官不正亦可笑也。六三官我相进退，相话官我相进退，理是得也。六五万国之光利用天王，相话万国之光。上天也，叫我还我相，官主不救，相话还我相，官民也，上救官之相，官主不救，相话官之相，是利平也。归类四卡，四卡将利用噶，看话一种一物话，四卡利香，共有分众力量，对天合利香。有一种理想想，谁不当为利用大呀？相话对正是卡，身行一边发热化，可救孤高别气不救，相话孤高别气平呀，六字似乎不别不救。相话对夫的对相光呀，六三四六家无多，小人无救，相话无多为不当呀，就是四三四一件事，二三千件，相话二三千件二光呀，六毛四三家。一行间将来无救，相话将来无救一状呀。上九多少本命相，相话多少本命通不明呀。
方，何兴分工相离朋友，何小离悠悠望，天文也，文良一致，人文也。关河天文依他思变，关河人文依化成天下，相话山下有会是，君子以明事正，无官不欲，初九是君子，下孤离道，相话下孤离道。义不成也，六义是其师，相话是其师，无相争也。九三是如应声节，相话应声是家，相六是灵也。六字是如白如，便马汉如，非可分可，相话六字当为理也，非可分可，相无有也。两我是有求完，特别渐灵相别。相话两我之间有事也，长久别事无救，相话别事无救，相识也。如运风也，不离悠悠往，小人相也，顺利事事官相也，君子相交是平息，天平也，相话三河无地，相依河下安贴，错了不同一脚。列清香，相话不同一脚，依列下也；六字不同一边，列清香，相话不同一边，理有物也；六三不是无救，相话不是无救，是上下也；六四。不同一夫相，相话不同一夫出现在也。两我万乎一种人强，无不离；相话一种人强，相无有也。上九实者不息，君子必无，小人不如。相话君子必无，灵所在也；小人不如，相不可用也。对哈。这不是原来无救，欢学记得，去的大学只有昂，欢话学生，方换方理一分享，是一出的无救，原来无救，欢学记得，去的大学天平呀。理有昂，讲相也，
见天地是心好，相话女在地中好，先王以之日比官，相路不行，何不相康？何求不安康，无智慧关键，相话不关其好，以求真也，容易修福嘅，相话修福之嘅，其他人也，六三变好令无求。相话天学之类，义无求也，历史相形独好，相话相形独好，以相得也，两我敦学无悔，相话敦学无悔，相依主策也，相了未学相有在性，用经书相有在在，以其国君相，只有十年不缺经，相话未学之相，还君得也。天雷无望，无望观天地天，智慧相有相，不必有昂。宽话无望讲出对来，理为处有对，讲理间，讲中理应，大兴以正，天之灵也。智慧相有相，不必有昂，无望之昂何之意？天命不由天意在。相话天下雷响，若有无望，先王以莫对时，欲万分。初九无望昂家，相话无望之昂必是也。六二不清下，不足无，即只有昂。相话不清下，自护也。六三无望之灾，石起之流，相连之地，一连之灾。相话相连之流，一连灾也。天父可将无求，相话可将无求，各有之也。有莫无望之节，无错有喜。相话无望之业，不可取也。相处无望情有相，无有理。相话无望之相，相之在也。
原应将无少以公中也，不能方来上下应也，何不将之道上也？上话上一句是先王之者万国先诸侯，除了有夫是之不救，有夫应好，将来有他节，上话是除了有他节也，若之是之自类先节。上话是之自类自食也，若干是非人，上话是非人不也相好，若是为之是先节，上话为之无嫌之将上也，有貌天地安阳三区，一见情，一点不改，也上话天地之格为正将也，夏日出生一见情也，一点不改，相思将也，上了是之不受香。上话是之不受，如包将也。
如进公也，不离悠悠往，小人中也，顺利自治，官上也。君子相交是平地，天行也。相话三户无地，相依河下安贴，错了不同衣着，列清香。相话不同衣着，衣列下也。列字不同衣边，列清香。相话不同衣边，离有有也。列三不是无救，相话不是无救，是上下也。列四不同衣服相，相话不同衣服出现在也。列五万户一种人听，无不离，相话一种人听。相无有也，上九食者不食，君子必无，小人不如。相话君子必无，民所在也；小人不如，将不可用也。对哈，哈将出之无事，变来无救，欢学记得，出之来学，自有有昂，关话学将，方患方理依分享，是以出之无尽。原来无救，欢学记得，出之来学，天平也。理有有往，讲中也。学之前天地是心好，相话雷在地中学，先往以自日以观，相路不行，何不相行？初九不安学，无智慧关键，相话不安是学，以修心也。六字修学见，相话修学是见，以下人也。六三变学令无救，相话变学是令义无救也。六四相行独学，相话相行独学，以相得也。六五顿学无会，相话顿学无会，相依主客也。相六理学相有在性，用经书将有在代，以其国君相，只有十年不缺经。相话理学之相，欢君得也。天雷无望，无望
不离悠悠昂，无望之昂何之意？天命不由天意在，相话天下内响，不无无望先昂以莫对时若万不，初九无望昂家。相话无望之昂必是也，若义不平下，不足无，则利有有昂。相话不平下，利何也？若三无望之灾，则喜之有，相连之地，一连之灾。相话相连之流，一连在呀。天父可将无救，相话可将无救，各有之呀。有么无望之节，无错有喜。相话无望之药，不可取呀。相救无望情有相，不有理。相话无望之祥，将之在呀。其应现人，何其心以心相，无其心以心存，虽以其无事也。个人行其事，若非相对谈，相生若水，水生离淡不而不僵，故将人之所昂，各居无同。故神科心显焉，无神言，言神性，性神机，出神灵，当神吉，无疑不惊，各无忧。其应相辅救，其理言喜，不足其意。推理的是不可相测，今日官场莫之灵秀，富贵离交，殊为之咎。刚强凉水心退，天之德，身即将回去，再应贴考验，良无离好。关其对友，良应以好；一直简单，良无粗好；爱邻之道，良无为好；天门开卡，良为粗好；良不负责，良无低好；天之确定，天理不应。为理不虚，相理不善，是为天下。其将相81，30下将一个，当今不有故之用，偏之以为体，当今不有体之用，可可有以为血。当今无有实之用，个有之以为义，无之以为用。为合将第12，我食良言不讲，我因良言命亡，我被良言靠创，批评善良。良言先不讲，但一句下，良
人行行，是以圣人为好不为恶，故气气处处。飘六章第13，飘六经为大患六心。何为飘六经？飘为上，六为下。一字读经，一字读经，是为飘六经。何为为大患六心？我所以有大患者，为我有心；是我无心，我有何患？唯一心为天下者，可以治天下；爱以心为天下者，可以托天下。第4章第14。知之不见，名为夷；听之不闻，名为希；托之不觉，名为夷。夫三者，不可避绝，故分离为一。其上不教，其下不闻，先行后不可名，合归而不分。是为无中之中，无听之听，是为空佛，名之不见之秀，随之不见之好，是靠之德，以无边之有，令之可惜，是为可耻。不言相为行闹，其他这多了的多个，心无挂碍，无挂碍个，无有冲突，万里天地梦想，有境一团，三世诸佛，其他这多了的多个，是阿罗陀罗三藐三菩提，故此他这多了的多。是大成就，是大成就，是无上就，是无顶成就，令度一切考，心识不虚，故说他这破了的成就，结束就话，kết thể kết thể，破了kết thể，破了先kết thể，破thể大破二。这些场大清净。南无汉那他那遮那呀诶，南无阿里诶，阿罗遮遮耶娑那诶，陀提萨埵埵诶，摩诃萨埵埵诶，摩诃迦卢尼迦诶，阿弥萨婆那华诶，娑他那贪夏。南无切切列车，希望阿里诶，阿罗切切切呼那灵波波，南无那那先提，揭利摩诃跋遮沙咩，萨婆阿他陀苏宾，阿舍因，萨婆萨婆，南无菩萨婆，南无菩萨。摩诃揭谛，安吉他，阿婆罗诃，卢迦帝，迦勒帝，伊嘿利，
西的地，莫学法西的地。得拿第二年，结束拿的，加拿，莫法莫拿，莫给的，一嘿，先拿，他拿三后拿下的，法三，后拿下的，好如莫拿，好如好的，沙拿，谢的，小路，土腿，你可的拿先的，你先的那，莫那，不先发想，只土腿，虽然发想，如来说这非发想，是名发想。变化非心分是30诸菩提若有人1万无量而经时自在七世，其用所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其有自经，乃至自故经典，受其福相，为人非法，如何性质？云何为人言者？不是无相，如不当，可以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不说其相异，相貌诸菩提，亦是比丘尼，有可说有可疑，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大大欢喜，信受奉行。发誓可乐的边疆。观所在考察，先发誓可乐的时，照见莫问在康，无一切可会。这里就学不以康，康不以学就是康，康就是学，学相行学，也有之息。这里就是诸法空相，不增不变，不少不减，不增不减，是道良不朽是传观在天观。万不自是乃通天，坤行无事，偏不自行，在灵相事，若为实行，实行若良，亦如天，天的变化，各象性量，科合太和，乃离相，皆不是的。上报含量，相外天行真观自一主强不歇，相良不扬，扬在下呀，天扬在前，即是错呀，相的天前，宽合的呀，一压在边，心不救呀。推量在天，在人可呀，抗量优惠，行不可救呀，永救，天界不可为救呀，人言话，管家先是讲呀，天下大是何呀，理家理是何呀，天下
是一干也。君子批人，足以中人；xã會足以合理，禮物足以和義，經過足以善事。君子行事事的者，國話田園興地經，何久善良不用，何為也？是話用着利恩者也，不要何事不行學行，問事不問，不見事的不問，不要行事，要即隨之，他何其可發善良也？要是話善良在人，利見在人，何為也？是話用着是性中者也，用言是行，用行是信，含瑕存是行，现世是不法，结托是法，是法善良在人，利见在人，君别也。第三法，君子将日勤俭，切若得不救，何為也？是話君子盡的事業，將盡所以盡的者，修福的行，所以自的者，知己，可有知也？是將之可有盡之也？是個互相為利不交，在下為利不憂，可天天因的是利去，誰為無有應？在邊無邊，何為也？是話上下不相，非為邪也；進退不行，非利公也。君子盡的事業，若不死也，何無咎？驕傲或非良在天，利見在人，何為也？是話方相相同，方體相久，氣流是，色就是魂將良，空將好，性人正義難不動。任何天下傾向，任何天下傾下，皆不將其利也。相救話抗良優惠，何為也？是話為利不為，非利不明，天人在下為利不富，是以當利優惠也。善良的用下也，善良在前是下也。相的天權相屬也，血肉在焉是去也。虧良在天相比也，抗良優惠將之哉也。天官永久，天下之也。善良的將之將終，善良在前，天下文明。善的天權不是在前，血肉在焉，天德難絕。虧良在天，難為何天絕？抗良優惠不是在前，天官永久，乃見天絕。天官者，必行者也；利己者，性行也。天地靈義，利利天下，不言在利，在義在。在天下，光天
相性，天地天也，良牙发挥，方通行也。玄是仙，万脑入本。大圣净光分第三。佛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行福以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愿生，若胎生，若色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相，若无随法之间。乃至处处其境，当知处处一切世间从缘阿修罗，该应相样，如何他了？可况有人心良邪其特相，诸菩提当知其缘，成就世上第一自有之法。若是精进所在之处，即为有法，若尊重世故。如法修持分第13。此即诸菩提出言。世尊公和名次经，那定文和红旗，不得诸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较细陀罗尼，只是名如如光红旗，所以假合诸菩提，不法发切陀罗尼，是非发切陀罗尼，是名发切陀罗尼。诸菩提无以温和，如来有所说法后，诸菩提不言世尊，如来无所说，诸菩提无以温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离地是为多行，诸菩提言尽多世尊，诸菩提故离地如来说。为离地，是名离地，如来说世界，为世界，是名世界。诸菩提无以温和，可以32相见如来哈，不也世尊，不可以32相一见如来，可以说如来说32相。这是非相，是名32相。诸菩提若有善男子，定信其有分得了。诸菩提言，世尊，可有众生？一闻如是言法相故，相实心哈，不可诸菩提，莫作是说，如来别何我别说，有其界修福者，无此相故，灵性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人，不有一佛、二佛、三佛、五佛，是将成经。有无量千万佛，所上诸成经，每一相故，乃是一念行行者。诸菩提，如来即知即见，是诸众生，即如是无量福劫，可以说是诸众生无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实相相。无法想，也无非法想，可以讲是将阿那含。
菩提有意温和，阿罗汉应作是念，我是阿罗汉地好，菩提言，佛也，世尊可以做，是无有法名阿罗汉，世尊用阿罗汉作是念，我是阿罗汉地，这为着我人将。菩提有意温和，如来是阿罗陀罗三藐三菩提的，如来一个说法的，菩提言，如我开佛所开示，无有定法，名阿罗陀罗三藐三菩提，也无有定法，如来可说。可以做如来所说法，盖不可思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结合一切现象，盖以不为法，理有差别。依法出现分四法。菩提有意温和，若人观3000、8000世界七道，一样都是，是人所得福德，名为可好。菩提言，行者世尊，可以说，菩提文化事情，天在如此，天的地气。你这个言，其有世尊，不说如是心清定对，我将昔来所得回转，离将一本如是是经，世尊，若有人一本是经，信心清净，一生实相，当知是人，心经第一其有功德。世尊，是实相假，这是非相，是照如来说明实相。世尊，我今本如是清净，心在是其，不着为然。若当来世何我不说，有众生一本是经，心在是其，是人这为第一其有，可以做。此人无我想，无人想，无众生想，无是假想，所以结合我想，这是非想；人想、众生想是假想，这是非想。可以说，你一切思想，决定除非，不可思考的。如是，若有人本是经。不将不错，一为方知是人，心为是有，可以说，菩提如来说第一陀罗尼，是非第一陀罗尼，是名第一陀罗尼，菩提念了陀罗尼，如来说非念了陀罗尼，是名念了陀罗尼。可以说，此菩提如我是为健康，各个身体，我无意识，无我想，无人想，无众生想，无是假想。可以说，我有妄识，即着是该时，若有我想、人想、众生想。是假想，应先成形，菩提，越南这是故我必说，作音乐成人，本可说，无我想，无人想，无众生想，无是假想，是道菩提，菩萨应离一切想，发阿罗陀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自觉行心，不应自相相离说法行心，
应声如歌自信，热心有志，皆为回事，是个复杂菩萨心。这样事实可是诸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应如是故事，如来说一切之上，即是非常，又说一切众生为众生。诸菩提，如来是亲故者，是故者，如故者，不狂故者，不异故者。诸菩提。如来说的法，是法无实无虚。诸菩提，若菩萨心不无法，力行过事，如人一般，即无所见。若见男子见女人，如何八世？应受其头上普遍，下的功德，我了过佛者，却有见本，心即狂乱，何以不信？诸菩提，当知是天意，不可思议，所得也不可思议。
不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此菩提如来所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是中无是无虚，是故如来说一切法乃是佛法。此菩提虽然一切法者，是非一切法，是故凭一切法。此菩提譬如人心中在，此菩提言世尊，如来说人心中在，即为非在心，是名在心。此菩提菩萨若如是，若不是言，我当若度无量众生，即名菩萨。可以说，此菩提是无有法名菩萨，是故不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行者。此菩提若无法不是言，我当庄严不错，是一名菩萨。可以说，如来说庄严不错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此菩提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名真是菩萨。一切动观分第18。此菩提无以温和，如来有肉感何？如是世尊如来有肉感。此菩提无以温和，如来有平安何？如是世尊如来有平安。此菩提无以温和，如来有回转何？如是世尊如来有回转。此菩提无以温和，如来有发展何？如是世尊如来有发展。此菩提无以温和，如来有回转何？如是世尊如来有回转。此菩提无以温和，如行河中所有沙，不说是沙何？如是世尊如来不是沙。此菩提无以温和，如一行河中所有沙，犹如是沙境平和，是诸行河所有法所不世界。如是名为多何？尽多世尊。不可知菩提，你在佛土中所有众生，若干众生，如来悉知可以过。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所以假合此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法在通化分49。此菩提无以温和，若有人愿3000百千世界12。一样佛事，是人以是因缘不学不学，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缘不学尽多。此菩提若学业就是如来不说的学业多，以学业无可，如来说的学业多。
分地而修。师菩提无以温和，福开自觉色心见哈，福也世尊。如来不应以自觉色心见，何故？如来则自觉色心，即非自觉色心，是名自觉色心。师菩提无以温和，如来可以自觉诸相见哈，福也世尊。如来不应以自觉诸相见，何故？如来则诸相自觉，即非自觉，是名诸相自觉。分算所发分地21。师菩提，你不为如法可得分地21。师菩提是不言，世尊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不可。不言，如是师菩提，我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是无有家法可比，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平心平身分地23。就是师菩提是发定定无有阁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我不言，无众生无修者，修一切善法，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来者即非善法，是名善法。福地无边分地24。师菩提，若3000大千世界中，所有诸尊梵王，如是正七所住，有人取用作事。若人以此较世退了别经，乃是事故之境，有其特相，为他人传，无权合别，一分不别意，1000万一分，乃是万所譬如所不能解。华无所化分地25。师菩提无以温和，意见不为如来作是念，我当所众生。师菩提若作是念，何以故？是无有众生如来所者，若有众生如来所者，如来即有我言众生是者。师菩提，如来则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师菩提，凡夫者，如来则即非凡夫，是名凡夫。
如是，以32相观如来，忽然出菩提。若以32相观如来者，观轮圣王即是如来。出菩提，若忽然世尊如我解脱所说义，若用以32相观如来，以及世尊离法之言。若以德正我，以人生行我，人生社会不能见如来。无见无得分世27。出菩提，你若作是念，如来即以自着上课，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出菩提，莫作是念，如来即自着上课，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出菩提。你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发诸法全体。莫作是念，可以过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有法不说全的相。就不贪昏罪第18。出菩提，若菩萨以万情和沙境世界七色其样所示，若有人以一切法无我之行无念，是菩萨圣贤菩萨所的功德，可以过出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果，出菩提是忽然。世尊云何菩萨不受福德？出菩提，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是菩萨不受福德。唯离成分第19。出菩提，若有因缘，如来若来若去，若借若我，人不在我所说义，可以过如来者，无所将来，亦无所去，个名如来。以下理想分第3章。出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3000、4000世界摧为利行，为温和。是你经常连为多行，出菩提言心多世尊，可以过若是你经常是有者，不则是你经常，所者何不是你经常，即非你经常，是名你经常。世尊，如来所说3000、4000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可以过若
有价，就是一合相，如来法一合相，一非一合相，乱苍呀。非得是因见无救，这边空来何互相传话，是吉呀，是苦呀，他成长呀，愿是愿因见无救，以公中呀，这边空来上下应呀，何互相是得相呀。相话，相依之是先王之见万国先诸侯，错了有夫是之不救，有夫应好，将来有他结，相话是错了有他结呀，若之是之做了先结。相话必须做了做实呀，若干必须非人，相话必须非人，不也相好，若是为必是先结，相话为必无限，必将相呀，热闹。天地昂扬三区，一见情，一言不改，也相话天地之界，为正相呀。夏日出生，一见情呀，一言不改，相思相呀。相亮，是之不秀相，相话。是之不秀，如花将呀。相话，智慧
故至此，亦一在也。观注经香，应所宜也。天经你何必不得见香？看话你言你讲也。这里用好强是意，你何必不得见香？方相讲，你这问题不就公明也？相话是呀，就是你何必这些讲的？相话这些讲的情形呀，就那乖逆听的，相话乖逆听的为正讲呀，相就是你可想第三关节，相话关节在相在一听呀。天台，消暗再来，月香三话，消暗再来，月香。这是前的高的版的通呀，上下高的支持讲呀，内阳的阴，内尖的顺，内君子的消炎，君子的病，消炎的消呀，相话天的招财，可以改行天的之德，非常天的之理，一个有良，可救三毛人一直的精神，相话三毛精神是在个呀，至于少康两天和。一下为形容一项有光景，相话大康一项有光景，以共大呀，有三无情不偷，无妄不好，三经无救，不识几乎无事就好，相话无妄不好，天地这样。若是天天不负一之灵，不改一乎？相话天天不负，在世事呀，不改一乎？良心观呀，良貌各一归门。依据观家，相话依据观家，相依据观家，相了。天下无行，六样事事一设定经典，相话天下无行，制定观家。非人，这里官字经在岸消来。看话这是非人，这里官字经在岸消来。一是天的不高，一般的不空呀；上下不高，一天下不空呀。对阴的卦阳，对流的光。对小人的对君子，小人得表，君子得小呀。相话天地不高，是君子以前的自然，
作破了，我毛主一直对天色天，向我毛天色期待风呀，若遇高悬小人色，在人气香。向我在人气香乱供养，若干报销，向我报销为不当呀，就是有量无救有理智，向我有量无救自行呀，有望有气在人色，希望可有保障。向我在人之的为正常呀，上至天地天地可以，向我必将这天和车表呀。天会风云。quân tư tiên hoàn quả quang dưỡng giữ thức uy thức trong địa yên học sản quả quang dưỡng quả quang dưỡng ở dạ thiên đi thức tài khoan thiên dưỡng dạ dân biến ý chân lòng tiền địa yên quân tư dưỡng dạ于quân tư为人同天下之计向瓦天污秽公人，关注一类作权力。考究公人无人无求，向瓦不能公人有谁之呀？若是公人无庄人，向瓦公人无庄人得呀，有三学良无望。先是可怜，三者不相，向外学良无望，是光呀，三者不相，安行呀。其实一คน离方结呀，因那从人天和合理学者，在书却相互。向我当人之身，思想直呀，大思相互，两相贴呀，相救当人无高无慧，向我当人无高自理的呀。管先看着在有有的尊位，在将之上卡样子话，在有积极贡献，离本人任何先必实行，是以管先相外会在天上，在有。君子以恶用善，顺天就灵。考究无高害，非救三不无救。相外还有考究无高害呀，有义在古以在，有望无知相外在古以在，即将不在呀。有三。中央向无天助，小人不贴；向外中央向无天助，小人害呀。就是会之旁无救，向外会之旁无救，令人失呀。
无之间，无理无之言。上九诸天有时皆无不离，上外再有上者，诸天有言。天多下地的光明，地多地理上行，天多开阳的一天，地多变阳的六天，归神海洋的福天，人多恶阳的好天，天尊的光，地理不可度，公主之相也，相话。中有三天，君主以多多一卦，天不定时，错了天天君主用血在宽节。相话天天君主第一主目，若以明天天节，相话明天天节。双先之也，有三有天君主有相节，相话有天君主三民学也，若夫无不离回天，相话无不离回天，不为节也，容貌不符于之灵，利用天化无不离，相话。利用天化，成不恶人。上了明天利用形式，成一个。相话利用做事，若有全男子的夫人，或可配心者，只有自见，乃是自顾其变，有其特相，为人推断。如何相比？文何为人言说？不是无相，如不当，可以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不说其先意，相貌之后体，亦出。知知你，有可学，有可疑，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大大欢喜，信修恒行。发誓可乐的天香。观自在菩萨，天天拍摄快乐的消息，照见莫问在康，做一切可以。这里就学不以康，康不以学，学就是康，康就是学，学相行学，也有如是。这里就是诸法空相。不见不变，不道不见，不见不变，是道空相不相，无修相行相。之后，天地一顺方，日我不得，理事时不贴，圣人一顺方，一心法千里面好。无情西医在一在，相话雷不得很是身旁一说话中间温正之相对一体所特
有相外好了，莲有自强相也。若是该有些不相之精邪，相外不相之精邪，以中性也。若三气有会，脾有会，相外气有会，为不同也。就是又有才有性，不宜平而心。相外又有才有性，是在行也。若我先实行不事，相外若我先实成功也。行不事相离亡也。上了便有情有如无救，相外应有在上，何可容也？便对水。原相离相无救，看话随风来下游，往后一随在相无救，以天下随时之意在于在，相话若将有雷随。君子以相会，日见相。可久官有如天劫，出门遭有功。相话官有如相正直也，出门遭有功不是也。若是且小子是丈夫。丈夫是小子，虽有救治而无精，相话是丈夫是下下也，就是虽有些精香，有夫在侧，以灵可救。相话虽有些精香也，有夫在侧，灵通也，有我。夫有家境，相话；夫有家境，为正中也。上了夫妻事，乃将以事，可用上有时间。相话，夫妻事相中也。三字何家三字，传话果空相的留下，孙的子果完经的天下第一，你这在传往有数呀，先加三字何家三字，相这有事。天行也，相话山下有行果，官子以金鳞玉钿，错了产妇之果，有处可无求，未相结。相话产妇之果，以贤可也，有之善乐之果。不可将相话占乐之果，一中得也。
秋三，干夫之果，逍遥会，无大酒。上话干夫之果，相无求也。若是如夫之果，安健灵。上话如夫之果，安未必也。让我干夫之果用有，上话干夫用有，先依别人，上叫不是王河，各项其事，上话不是王河，是科学也。这点连环相离相，是有八卦有相传话，连方见离相，一是顺方相离应，大相一相，天是可也，是有八卦有相，下不久也。上话一相有地廉，君子以造事不强，阳多民不强，初九含连相加，上话含连相加，自行正也。九字含连加无不利，上话含连加无不利，利顺连也。若三连无有利，四有事无有，上话三连为不动也，四有事有不动也。若是四连无救，上话四连无救为动也。让我四连大军之余也，上话大军之余相之为也，上话春联家无救，上话春联之家是在对也。有夫用药传话，在官在相，顺利顺，相敬以观天下，官管理不全，有夫用药，下官理化也，观天之心德。你不时不切，竟然以心的设造的天下福义，上话方向地上，观先王以星空观灵设造，过了公关小人无救，官主人，上话错了公关小人得也。若是归官利如相，上话归官不相亦可笑也。若三官我相进退，上话官我相进退，利息得也。若四官国之光利用天王，上话官国之光。上天也，救我，官我相，官主不救，上话官我相，官民也，上九
关之声，君子无咎，相活。关之声，是利平也。归类四卡，四卡应利用噶，看话一种一物话，四卡利兴，共有分众力量，类天合利枪。有一种理想想，谁不当为利用个呀？相话对正色卡，身旁一边发热化，可叫孤高别起不叫，相话孤高别起想呀，若是似乎别别不叫。相话对夫的对相当呀，若三四日家无多，少年无救，相话无多为不当呀，就是四三四，一件事二三件节，相话二三件节二讲呀，若那四三节。一行经经的无救，相话经的无救一讲呀，上九二少的逆相，相话二少的逆通的名呀。分可分割，相互
两我只有求完作别渐渐面相识，相话两我之间有事也，长久别时无救，相话别时无救，相识也。有运光也，不离有有往，小人相也，顺利自己官相也，君子相交是平地，天平也，相话三河无地，相依河下安贴，靠了不同衣着。列清香，相话不同衣着，衣列下也；列字不同衣边，列清香，相话不同衣边，离有有也；列三不是无救，相话不是无救，是上下也；列四。不同衣服相，相话不同衣服出现在也。两我万乎一种人听，无不离相话一种人听，相无有也。长久实则不是，君子必无，小人不如。相话君子必无，邻所在也；小人不如，相不可用也。对哈。出之无事，便来无救。欢学之德，出之大学，只有有昂。欢话学声，方患方理之顺行，是以出之无救，便来无救。欢学之德，出之大学，天平也。离有有往，讲相也，学之前天地是先好，相话雷在地中学，先昂以之日以观，相路不行，可不先行，可久不完学，无智慧关键。相话不关自学，以求真也；若是修学嘅，相话修學之嘅，其他人也；若三便學理無救，相話便學之嘅，理無救也；若是相形學學，相話。相形學學以相得也，兩我頓學無會，相話頓學無會，相依主特也，相了離學相有在性，用形式相有在在。以是各君相，只有10年不缺见，相話
乡一片，天一亮夜，地非常幽香，一地悠悠昂，无望之昂何之意？天命不由天意在。相话天下雷响，日无无望，天昂一莫对时欲万般，初九无望昂家，相话无望之昂必是也，若二不平下，不足无，则二有昂，相话不平下。二好也，若三无望之灾，则喜之有，相连之地，一连之灾，相话相连之有，一连灾也。天父可将无救，相话可将无救。各有之也，有莫无望之节，无作有喜，相话无望之也，不可取也。相处无望情有相，无有理，相话无望之祥，将之在也。
理顺，光将理事行，乃见离魂不顾，相爱呀。驸马所高是理行呀，相话横行天下，萧条君主以义论别，托酒合不得，何以叫神？相话合不得，其义直呀，其义天合正，相话天合大相，也不只是呀，第三夫他好，夫妻三八，相话夫妻三八，不良相识呀，若是夫妇吃体贴的。不是相话夫妇贴切相合之呀，热闹夫妇đoàn如苦义之灵，相话夫妇đoàn如不得苦呀，相救事物之主，相接在夫亲的希望，quân sự thiên相，相话事物之主，一在呀，关注天相，知所宜呀。天经你好比这个今天看话你讲呀，这里用好强是你好比这个今有光宽话多呀，有进攻呀，这里有光小人相呀。兄弟自己关相呀，君子相小是平地天行呀，相话三河无德相依河下安贴，破了不同一脚列天相，相话不同一脚一列下呀，六字不同一边列天相，相话不同一边离有物呀，六三不是不叫，相话不是不叫是上下呀，六四不同一互相，相话不同一互出现在呀，六毛万湖一将人强，无不离相话一将人强，相无有呀，相救实则不是，君子之无，小人不如。相话君子之无，灵所在呀，小人不如，相不可用呀。对哈，哈将出的无是，原来无叫，欢乐记得，出的来哈。有昂，宽话合相，光环光里一分享，是一出的无尽，原来无叫欢乐记得，出的来哈天平呀，你有昂，光亮呀。学的天都是先好，相话女在地中好，先昂一字日而关，
相路不行，可不相行。徒求不安好，无智慧关键。相话不万事学，以求真也。若是修福嘅，相话修福是嘅，以下人也。若三变学，令无求。相话变学是嘅，以无求也。若是相行独学，相话相行独学，以相得也。若我顿学无会，相话顿学无会，相依主策也。相了未学，相有在先，用行事将有在代，以其国君相，只有10年不缺经。相话未学之相，还君得也。天雷无望，无望观天地将，机会相有相，不必有昂。宽话无望帮助归来，理为主有对，公理见，公中为应，大兴以正，天之良也。机会相有相，不必有昂，无望之昂何之意？天命不由行以在，相话天下内行，不无望先昂以莫对时欲万不，初九无望昂家，相话无望之昂必是也。若是不听下，不足无。则理有昂，相话不听下，理何也？若三无望之灾，则喜之流，相连之地，一连之灾。相话相连之流，一连灾也。天父可将无求。相话可将无求，各有之也。有我无望之事，无错有喜。相话无望之恶，不可取也。相救无望情有相，不有理。相话无望之行，将之在也。其应性人，何其心以心先，无其心以心存，虽以其无事也。个人行其事，若非相对判，相生若水，水生离淡不而不僵，故相人之所昂，各须无同。故神科心显焉，无神言，言神事，行神机，出神灵，
当盛时，苦以不精，过无忧。其应相所敬，其理言之，不如己意。推理就是不可相测。今日官场，独自领袖，富贵离家，殊为之咎。光贤连随心退，天之德。分得将回去，再应贴考验，连无离好。关系对友，连应以好。一德简单，连无粗好。爱邻之道，连无为好。天文开察，连为粗好。连不复杂，连无低好。天之确定，天理不应。为理不虚，将理不善，是为天别。西江山第11、30号将一个，当今没有孤地用，偏是以为体，当今没有体之用，可可有以为学。当今没有实质用，个不是以为义，不是以为用，为学将第12，我是令人不忘，我因令人不忘，我的令人靠上，批评善良。令人心不狂，难一之下，令人行行。是以圣人为好不为恶，个气气处处。飘落江第13，飘落入江，为大患入心。可为飘若入江，飘为上，若为下。失之独江，失之独江，是为飘若入江。可为为大患入心。我所以有大患下，为我有心。是我无心，所有何患？可以心为天下下，可以治天下；爱以心为天下下，可以托天下。第4章第14，须知不见言或疑，听之不闻言或知，托之不觉言或疑。富三甲，不可避绝，各分离为一。其上不教，其下不闻。先行后不可定，学归而不问。是谓无中之中，无听之听。是谓康复，言之不见之秀。随之不见之好，是靠之德，以无边之有。令之可惜，是为可惧。不应将为是闹，其他这多了的多个。心无挂碍，无挂碍可，无有创作，万里天色梦想，有景一团，三世诸佛，其他这多了的多个。阿乐陀罗三命三菩提，各以他这陀罗的多，是大成就，是大灵智，是
女上酒，是无正正酒，两途一车口，真实不虚，故说拍底拖了别车酒，结束就话，乞题，拖了乞题，拖了正乞题，后题大破二。这些场大清净。南无汉那他那遮那呀诶，南无阿里诶，阿鲁特特的瓜那诶，可提萨特特诶，马欧萨特特诶，马欧卡鲁尼加诶，安萨可那华诶，说他那潘下。南无切切列车，西王阿里诶，何如切切切胡那灵多宝，南无那那先帝，舍利马欧帕特沙内，萨婆阿他陀苏宾阿舍因，萨婆萨婆，南无菩萨婆，南无菩萨。摩诃萨埵，安吉他，安阿婆罗嘿，卢卡贝，卡勒贝，伊嘿利，摩诃菩提萨埵，萨婆，摩那，摩嘿利德因，咕噜色王，陀鲁，阿舍耶德。摩诃阿舍耶德，德那舍利尼，切胡那耶，迦那，摩那，摩诃勒，伊嘿，香那，阿那三胡那夏利，法三，胡那夏耶，哈鲁摩那。何如何利，沙那，舍利，沙鲁，陀提耶，尼可利耶，那先帝，舍利舍利那，摩那，在不见发相，是菩提。虽然发相，如来说这非发相，是名发相。净化分心分是32，诸菩提。若有人1万无量而经时，各在七处，其用所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其有自经，乃至自故经典，修其福相，为民推广。如何性质？闻何为人言者？不是无相，如不当，可以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不说其先意，将那诸菩提一书。比丘尼，有可笑，有可疑，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何所说，大大欢喜，信修奉行。发地可乐的
当天拍摄拖了日多时，照见高温在康，做一次可以。这里就学不以康，康不以学，学就是康，康就是学，学相行学，学有之息。这里就是诸法空相，不增不变，不多不减，不增不减是道。良不朽是传话塞在天元。万物自是乃通天，分行无事，天道自行，在灵常事，若为实行，实行若良，亦如天，天道变化，各性性量，和合太和，乃理经，皆不是的。万国含量，相外天行正，君子以主强，不懈，善良不扬，扬在下也，天强在前，即是错也，将之清前，宽合得也，节约在边，信不救也。推良在天，在人可也；抗良优惠，行不可救也；永救天界不可维修也。文言话，管家先是讲也，天下大是和也，理家理是和也，天下事是干也。君子偏人，则以将人；大会则以合理；礼物则以和义；经过则以善事。君子行处事的下，国话田管天地天，何久善良不扬，何为也？是话。用着的恩德呀，不要何事，不行好行，恩德不问，不见事的不问，不要行事，要即随之，他可以不可挂，善良呀，修治或善良在前，理见在人，何为呀？是话用着。是清中者也，用言之行，用行之信，含霞准之行，选择而不化，结托而化，一化天良在前，意见在人，君别也，第三化君子将之清田。切若得不救，何为也？是话君子信的修业，良心所以信的下，修福的之行，所以自业下，知之知之，可有知也？知将将之，可有正之也？是个。夫上为而不骄，在下为而不忧。各天前应之时而出，谁为无咎因？
良好，圣人总是万不中。任何天下倾向，任何天下倾下，皆不讲之理也。上主话康良优惠何为也？主话温理不温，说理不明，先人在下为理不富，是以当的优惠也。善良的良下呀，善良在前是下呀，善的天权相属呀，邪恶在焉是去呀，亏良在天相敌呀，抗良优惠讲一该呀，天完永久天下之呀。善良的良，良是善长，善良在前，天下文明。善的天权，知识在前，邪恶在焉，天德难绝。亏良在前，难为何天绝？抗良优惠，知识在前，天完永久。开见天界，天然家，地心家呀，理经家，性情呀，天地灵异，立地天下，不然在理，在于在，在天下，光天将行，天水天呀，两牙发挥。当空行呀，前自身，万脑入本，百姓健康混地方，一个富婆腿，富婆萨。莫二杀，应不是行好一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万生，若太生，若失生，若化生，若有生，若无生，若有相，若无。规划时间，乃是富富之相。当知处处一切世间从人阿修罗，该应相样，如何他了？何况有人尽量学习他乡，富婆婆当知是人，成就世上第一自由之法。若是精进所在之处，即为优惠，若尊重世故。如法修持分第13。此时富婆婆不言。世间风和名次间，那边云和红旗，不得富婆婆，是将名为金刚较最可乐的，只是名字绿光红旗，所以假和富婆婆，不说拍最可乐的，是非拍最可乐的，是名拍最可乐的。富婆婆无意温和，如来有所说法好。富婆婆不言，是真如来无所说。富婆婆无意温和，三天在千世界，所有离地是为多好。富婆婆言，是多是真。富婆婆是离地，如来说。为离地，是名离地，如来说世界，分世界，是名世界，富婆婆。
故以温和，可以32相见如来哈，佛也世尊，不可以32相一见如来，可以说如来说32相，这是非相，是名32相。须菩提，若有善男子，见性是有分别了。须菩提，不言世尊，可有众生一闻如是言法讲过，相实心哈。不可须菩提，莫过是说，如来别可我别说，以此界修福者，无此将故，灵性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人，不有一佛二佛三佛五佛，二种成经，有无量千万佛。所上诸成经，每一将故，乃是一念行者。须菩提，如来一知一见，是诸众生，是如是无量福德，可以说是诸众生无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实法相。无法想，也无非法想，可以讲是将阿那含。须菩提，无以温和，阿罗汉应作是念，我是阿罗汉地好。须菩提言，佛也世尊，可以讲是无有法名阿罗汉，世尊。用阿罗汉作是念，我是阿罗汉地，这为着我人众。须菩提，无以温和，如来是阿罗陀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一果十八耶。须菩提言，如我开佛所开示，无有定法，名阿罗陀罗三藐三菩提，也无有定法，如来可说，可以说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处不可说，非法，所以者何？一切现象，皆以无为法，离有差别。依法出现分是法，须菩提，无以温和，若人观3000、世界七度，以用报事，是人所得福德，名为可好。须菩提言，行者世尊，可以说。须菩提，文化事情，天界如此，天地如此，你不言，是有世尊，不说如是心清净对，我将昔来所得回转，离将一闻如是之经，世尊。若有人一闻是经，心心清净，一生实相，当知是人，心经第一是有功德。世尊，是实相者，这是非相，是照如来说明实相。世尊，我今闻如是经典，心在是其，不着为然。若当来世何我不说，有众生一闻是经，心在是其，是人这为第一之有，可以说此人无我想，无人想，无众生想，无是假想，所以假合我想这是非想，人想、众生想
想，就是回想，可以讲，连一切思想，决定智慧。这个思考者，如是，若有人本是经，不将不作，一为方知是人，是为是有，可以讲，思考者如来说第一可乐的，智慧第一可乐的，是名第一可乐的，思考者领略可乐的。如来说会领略可乐的，是名领略可乐的，可以讲思考者如我是为健康，各个身体，我有意识，无我想，无人想，无相思想，无是假想，可以讲我有安息，积极。是该时，若有我想、人想、相先想、是假想，应先成形。思考者，越南这是句我必说，作音乐成人。无可说，无我想，无人想，无相先想，无是假想，是个思考者。菩萨正理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自色行心，不应自声香味触法行心，应声如法自心，若心有事，即为非事，是个菩萨菩萨心。不应自色可是思考者，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所，应如是可是如来说一切思想，就是回想，有说一切众生为众生，思考者如来是真故者，是故者，如故者，不狂故者。不异故者，思考者如来说的法，是法无实无虚。思考者若菩萨心不无法，力行过事，如人一案，即无所见。若见男子见女人，如何八世？应受其头上破剑，杀的当着我了过失者，却有人本心即狂乱，何以不信？思考者当知是天理，不可思议，可得也不可思议。是
菩提，六菩萨有我相、人相、相心相、受者相，这非菩萨所以结合，是菩提是无有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是菩提无以温和，如来有坚定佛所。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哈，佛也世尊，如我该佛所说义，故坚定佛所，无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是菩提，是无有法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菩提，若有法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坚定佛是我是是，你有来世，从一作佛和释迦牟尼，以是无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个坚定佛我是是，这是言。如来世当的作佛和释迦牟尼，可以说如来家的诸法如意。若有人言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菩提是无有法佛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菩提如来。这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是中，无是是个如来说一切法，乃是佛法，是菩提。虽然一切法者，是非一切法，是个凭一切法，是菩提。譬如人心中台，是菩提言世尊。如来说人心中台，是为非在心，是名在心。是菩提菩萨若如是，若不是言，我当若多无量众生，这名菩萨可以说是菩提，是无有法名菩萨，是个佛法。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是菩提。若菩萨不是言，我当庄严佛陀，是一名菩萨。可以说如来说庄严佛陀者，这非庄严，是名庄严。是菩提，若菩萨空法。无我法者，如来说名心是菩萨。一切动观非第十八，是菩提。无以温和，如来有肉感哈，如是世尊如来有肉感，是菩提无以温和，如来有平安哈，如是世尊如来有平安，是菩提无以温和，如来有回甘哈，如是世尊如来有回甘。是菩提无以温和，如来有法赞哈，如是世尊如来有法赞。是菩提无以温和，如来有法赞哈，如是世尊如来有法赞。是菩提无以温和，如行和中所有沙，不说是沙哈。如是世尊如来不是沙，是菩提无以温和，如一切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境情
和，是诸行和所有家属不世界，如是两位都好，行都最近，不可知菩提，你在佛土中，所有众生。欲间中心，如来悉知可以过，如来则自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所以一合诸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通化分49，诸菩提无以温和，若有人愿3000百千世界七次。一样过事，是人以是因缘，即学不学，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缘，即学尽多诸菩提，若学业就是如来不说的学业多，以学业无可，如来说的学业多。理想分别一些，诸菩提无以温和，不可以无着色心见下，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无着色心见，何果？如来则无着色心，即非无着色心。是名无着色心，诸菩提无以温和，如来可以无着诸相见下，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无着诸相见，何果？如来不诸相无着，即非无着，是名诸相无着。分法说法分21，诸菩提亦不为如法可得分21，诸菩提亦不言，世尊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不可不言，如是诸菩提，我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是无有家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平生分43，就是诸菩提是发遍所有各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我不仁，无众生无修者，修一切善法，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此菩提所言善法者，如来者即非善法，是名善法。无机分24，
天世界上所有子孙传王，如是正七所住，有人取用做事。若人以此较细推了一天，乃是事故之变，受其服上，为他人传，有权合别，一份不结结，1000万一份，乃是算作譬如所不能事。话无所话分地的行哦。师菩提无以温和，逆变不为如来作是念，我当所众生。师菩提若作是念，可以过。是无有众生如来所证，若有众生如来所证，如来即有我人众生所证。师菩提，如来则有我证，即非有我；离凡夫之人，以为有我。师菩提，凡夫者，如来说，即非凡夫。是名凡夫，他心坤相坤，是20了。师菩提无以温和。开32相观如来吼，师菩提言就是以32相观如来，不言师菩提，若以32相观如来者，观轮圣王即是如来。师菩提若不言。世间如我该不所说的，是用以32相观如来，以及世间理法之言。若以德性我，以人性性我。人性下课，不能见如来。无见无得分世27。师菩提。你若作是念，如来即以自着上课，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师菩提若作是念，如来即自着上课，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师菩提。你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发诸法全体。若作是念，可以过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有话不说全的相。有不贪坤地23。师菩提，若菩萨以万情和沙境世界七手其用所事，若有人之一切法，无我之前有念，故
菩萨、圣贤菩萨，佛的功德可以告诸菩提，一诸菩萨不受福德果，诸菩提是福缘，是尊文和菩萨不受福德，诸菩提菩萨所受福德，是应参照，是菩萨不受福德。唯一的结婚的就是救诸菩提若有因缘，如来若来若去，若借若我，因不在我所说的，可以告如来家，无所将来，亦无所去，告别如来。一下理想分第三修，诸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3000、4000世界摧为利品，为温和。是你经常连为多行，诸菩提言心多慧真，可以告也是你经常是有者，不则是你经常，所者何不则你经常，即非你经常，是连你经常。这份如来所说3000、4000世界，即非世界，是连世界，可以告若世界是有者，就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乱苍呀！非得是。因见无救，这莲空来何故乡？传话是吉呀，是富呀，他更强呀。愿是愿因见无救，以公中呀。这莲空来上下应呀，何故乡是得强呀？相话。相依之是先王之见万国天诸河，错了有夫是之无救，有夫应好将来有他结，相话是错了有他结呀，若知是之主类天结。相话是之主类不主实呀，若干是非人，相话是之非人不也相好，若是为之是天结，相话为之无嫌，之将相呀，有貌天地方用三区，一见情，一人不改，也相话天地之界，为正相呀。夏日出生，一见情呀，一人不改，相思相呀。相亮是之不受相，相话是之不受，如法相呀。
一位理想下应是法小条先理顺光光理事行乃见离婚不顾上岸呀自马社交是理行呀上话风行天上小条君主以义论者托酒合不得可以叫成上话合不得其义直呀其义天合正上话天合大将也不只是呀第三夫他好夫妻欢乐上话夫妻欢乐不良性是呀若是几乎是体贴的不就上话夫妇贴合相合之呀有那夫妇乱如苦意之灵上话夫妇乱如不得苦呀上就事物之主上接在夫亲的希望关注健康上话事物之主接在呀关注健康应所以呀天经你何必不得今天看话你你讲呀这里用好强是你何必不得今天光相讲你这问题不就公平呀上话呀因此你何必这些讲的上话这些讲的情形呀有那关于天的上话关于天的文经公呀上就是你可想第三关节上话关节在上在一天呀天台消昂带来天三话太消昂带来的天这是天的高的版的通呀上下高的支持党呀的阳的阴的江的顺的关注的消减关注的量消减的消呀上话天的高台可以改善天的智德分享天的智慧一个有良可就什么人一直的精神上话什么精神是在的呀至于少康让天和不下为形容不想无光景上话少康不想无光景一共大呀有三不行不偷不让不好三经不久不是几乎不是就好上话不按不好天是这样若是天天不服一之灵
是呀，不在衣服相心观呀，让我这一归门。依据观者，相话依据观者，相依性观者，相了相合无行，六样事一这边相对，相话相合无行，地边观者。非人不如君子间才往消来，看话此之非人不如君子间才往消来，一是天地不高，你万物不空呀，上下不高，你天下不空呀，对阴的瓜阳，对牛的对光。对小人的对君子，小人得表，君子得小呀。相话天地不高，是君子以前的自然，不可言喻的错了。我毛子一直对天色天，相话我毛天色自在分呀。若以高贤小人者，在人去先。相话在人去先，不乱供养。若三包修，相话包修为不当呀，就是修炼不修修理智。相话修炼不修自行呀。修望修去在人者，希望希望可有放生。相话在人之者为正常呀，上至天地天地可喜。相话必将之天和车讲呀。天后方言，方言我呀天，你这代川，你君子间，传话方言有之为，一将的应和权，话方言。方言话，方言有呀，天，你这代川，天行呀，人民一种良性的言，君子行呀，以君子为言通天下之志。相话天无可方言，君子以为作言的。可就方言无人不知，相话不闻方言有谁知呀？若是方言无方言，相话方言无方言得呀，有三学良无望，心的可怜三者不相，相话学良无望，是讲呀。三者不相，安行呀。其实结婚的方式呀，是那从人生和德的好讲，在夫却相互，相话从人之身以相识呀，在夫相互两相克呀，相知从人无高无贵。相话方言无高智理的呀。
有出顺位大将之上，卡赢是话，大有积极贡献，离本营生活显微实行，是以关键。相反，世在天上，大有君主以恶用善，顺天就命，他就无教害，非救，反不无救，相反大有错救，无教害呀，有义在古以在，有往无知，相反在古以在。即将不改呀，就三中央上有天主，小人不缺。相话中央上有天主，小人害呀，就是会之堂无救。相话会之堂无救，名正实呀，良啊，夸夫大主为武者。相话夸夫高祖善于发事呀，为武之家，无理无知呀。上九诸天有时皆无不知，相话大有上者，诸天有呀。君主有将传话，天道下界的光明，地道非理相平，天道开扬的一天，地道正扬的六天，归神海洋的福天，人道恶扬的好天，天尊的光，知理不可度。君主之相呀，相话地中有三天，君主以多多一卦，天一定是错了三天君主用血大宽节，相话三天君主以主道，若是明天正直。相话明天正直相先之呀，有三有天君主有相直，相话有天君主三年学呀，若是无不利回天，相话无不利回天，不为吉呀，良马。不古一之灵，利阳天花无不敌，相话利阳天花，成不恶呀。想了明天利阳行事，成一个。相话阳做事，有日前南子给夫人，发可配心者。只有自边，乃是自顾其变，有其特长，为人推断，如何性质，文何为人恩者，不是无相，如不当，可以说，一切有为化，如梦幻泡影，如落如电，应作如是观。不说其先意，将那之后体，其出知听知求理，有可学有可疑，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定，文学所说，大大欢喜，信修恒行。
所在考察，天天拍摄拍了的消息，条件高温健康，我一切可以。这里就学不健康，康不以学，学就是康，康就是学，学相行学，也有如是。这里就是不发空想，不想不变，不做不变，不听不变，是到空想不学，不修相行学。之后，天地一顺风，日我不得历史时不停，圣人一顺风，一生发千里面后。无情是义在义在，相话累出多份夫，身旁一说话中正，稳定之上帝，一体所可。好了莲藕香，相话好了莲藕，即将相也。有时该有些不相的边界，相话不相的边界，以表现也。若三其有会，其有会，相话其有会，为不同也。有事有才有事。不宜变心，相话有大有直，是在行也。让我先实行不事，相话让我先实成功也。行不事将利亡也。上了良有，行有如无咎。相话应有在上，何可重也？见对谁？谁还将离相不救？看话谁风来离下游？风后一谁在乡乡不救？你天下随时之意在义在，相话若将有雷水。关注一相会一个现象，考究关有如天结，此文高有功，相话关有如相形式也。此文高有功不是也，若是且相思是点夫。两夫是相处，谁有就是离不相，相话是两夫是下下呀，就是谁有相相相，有夫在头，一两可救，相话谁有相是相呀，有夫在头，两空呀，有我。苦无八戒相话，苦无八戒温正中也。上了苦黑时，乃将以是，往用上有时间相话，苦黑时相中也。
顺利起，过完经，你天下第一。你这在川往有数呀，先加三字，后加三字，相这有事，天行呀，相话山下有行过，关注一千年玉蝶，错了干护士个，有处可无求，乐相。像我丈夫之个以前可呀，有的战乐之个不可将，像我战乐之个一样可呀，就三丈夫之个逍遥会不大救，像我丈夫之个。相无救呀，若是如夫之个安健定，相话如夫之个安避之呀，让我干夫之个用有，相话干夫用有，先依节呀，相救，这是安好。个相是个相话，这是安好是科学呀。这点连环相离相。是有八卦有香传话连光线离相，一直顺光光的影在天一点，天是可呀，是有八卦有香下不久呀，相话是相有的连关注一照数不强，阳多点不强。初九含连正家，相话含连正家，自行正呀。九字含连家无不利，相话含连家无不利，利顺连呀。若三连无有利，四有字无有，相话。甘连为不重呀，四有时又不重呀。若是四连无救，相话四连无救为重呀。让我四连在君之礼下，相话在君之礼相之为呀。相话三连下无救。相话春联之家是在的呀。有夫用药传话，在官在相，顺利顺，相行一观天下，官管理不全，有夫用药，下官理化呀，观天之心德。你不时不切，竟然一心的识教的天下学义，相话